除了中国籍死死活之外，都参中国籍骗回港，嘛禁止进口台湾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上主要是中国的骗回港饼俗啊价，像迄个一节式的骗回港，大约是120块，中国籍是俗20块。因为有无公平竞争的情形，经过评估才甲禁止。虽然讲国内的医疗院所目前大部分拢也是使用咱台湾本土的片尾讲，但是也是有业者来担心，禁止中国籍片尾讲了后，国内的产能若是无够，恐惊未来相关的医材都要起价咯。患者靠片尾讲来吸收营养含油啊，片尾讲算是医材消耗品。经济部国务局宣布，为今日开始，中国制造片尾讲禁止引入来台湾。中国大陆的这个是低价竞争哈，有不公平竞争的情形。那这个本来就都有一个机制，我们都经过好几个月会去咨询相关的利害关系人、工协会等等，那也会召开相关的说明会。那最后是用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形来决定的。那现在目前在开会当中的话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制造业者，他们就提出说，国内已经有人制造了，他不希望大陆的吸脂胃管到台湾来。来看通路卖介绍，台湾生产1节的片尾讲一条超120，那中国制造片尾讲减20块，2节的片尾讲台湾做一条超35。中国无生产这种2节的，所以无影响。平均每一个患者1个月换1条片尾讲，等于1年都要用12条。虽然介绍看起来差不多多，不过品质煞差真多。大陆制的那个，假设以氧气鼻管来讲的话，它的色泽上确实是没有像台湾制的这么透。之前有消费者反映过，他们使用大陆的那个鼻管。会有比较多的异味。在我们医学中心来讲，以我们医院为例，1年使用量就是大概就有1400条，那费用也不是特别的高。因此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以使用自己本国的医材为我们主要的考量之一。就算真侪间医疗院所备医疗器材的，赶快以台湾制造片尾讲为主，不过都业者烦恼，就惊过来生产量收少，未来相关医疗器材可能会对得起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